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冬瓜豬。今次冬瓜豬會入住兩間唔同類型嘅公寓同埋民宿，嚟一個大比拼。兩間都係3房2廳2廁，適合大家庭一齊嚟玩返2日1夜㗎。附近仲會有大型嘅商場同埋人氣嘅餐廳，片尾仲會有大比拼嘅評分添。想知道內容嘅就唔好錯過啦。今次嘅住宿分享係全自費嘅，請大家多多支持，訂閱冬瓜豬嘅頻道啊！我哋今次嘅評分準則咧係分4大類型㗎，就係方便程度、服務程度、環境舒適程度同埋周邊娛樂。而每一個準則會喺最尾會作一個詳細嘅比較同埋個人嘅感想㗎，最後就會決定係邊一間優勝嘅。今集嘅內容係以當日嘅安排房間而論，唔同嘅日子價格係會有所不同㗎。評分嘅準則咧係屬於主觀嘅感受，大家將佢作為參考就得㗎啦。第一間出場嘅咧就係金多多酒店公寓，網上嘅評分有成9.3分㗎。佢就喺福田區會展中心江夏地鐵站，由地鐵站嘅 B 出口行過去，大約3至4分鐘嘅路程啦。金多多喺2024年開幕㗎。今次嘅房型就係豪華3室2衛影音套房，有128至135平方米㗎。當日係平日入住價就係719蚊，係提供俾6位成人入住㗎。金多多就喺江夏站嘅 B 出口方向，沿住連城新天地一路咁樣直行，見到個8號嘅出口，搭電梯上去就係㗎啦。我哋就上15樓嘅前台位置辦理入住手續先。呢一度係要收人民幣50蚊做按金嘅，退房嗰陣時係會發還返按金俾我哋㗎。同時職員會叫我哋加入微信嘅管家服務，回覆率都好快㗎。今次我哋就入住26樓。其實金多多嘅3房大單位呢，只係得1間嘅咋，所以都幾多人訂㗎。價錢仲係好浮動添㗎。我哋一齊入嚟睇下。入到嚟會見到一個大廳，一個大梳化，有個好大嘅投影電視。另外呢邊有一個圓形嘅餐台。我哋睇下裏面先。呢一度就係第一個廁所嘅位置，隔籬就係第一間房。呢一張雙人床有1.5米闊㗎，旁邊仲有個大衣櫃添。我哋睇下第二間房先，睇落去同第一間都係差唔多喎，個冷氣都係夠凍㗎。張雙人床都有1.5米闊喎，旁邊又係有個大衣櫃，不過個床頭櫃就有啲污漬啦。之後我哋去睇第3間嘅套房，呢一個就係第2個廁所嘅位置，2個廁所都係乾濕分離㗎，有基本嘅毛巾浴巾啦。吓，唔係嘛？地下仲有幾灘水？之後呢一邊有基本嘅梳洗用品啦，一次性嘅馬桶坐墊、洗頭水、護髮素、沐浴露。呢一度嘅花灑水力就一般啦。咦，廁所門後邊有一條唔知幾多手留低嘅即棄毛巾啊！睇完廁所之後呢，就睇下個套房先。呢一間係全屋最大嘅房，張床有1.8米闊㗎。呢一度就係裏面整體嘅範圍啦。我哋再睇下個廳先，有啲樽裝水同埋一啲茶包，有一部電視投影機，拉埋窗簾布睇都好清晰喎。我哋再睇下個廚房，就喺大門嘅隔離咋。呢一邊仲有個好大嘅3門雪櫃，
個大門就係用電子密碼鎖㗎。大門嘅入口就有個鞋櫃，風筒啦同埋即棄嘅拖鞋都係放喺裏邊㗎。全屋嘅電掣呢就唔算多啦。我哋行去露台睇下。咁露台呢就有部洗衣機啦，有幾包洗衣液。洗衣機嗰個門呢超污糟啊！露台出邊嘅景呢係望返卓越中心㗎。全屋係有 WiFi 提供嘅，不過接收就麻麻地啦。至於食方面呢，外賣係可以送到門口㗎。附近有一間腸粉店呢，我覺得幾好食㗎，我哋就試下叫上嚟食。仲可以過對面嘅卓越中心 One Avenue 添啊，過一條馬路就到㗎啦。商場裏邊呢分開咗3大嘅區域㗎，吃喝玩樂一應俱全㗎。仲有超多人氣嘅餐廳，詳情可以睇返我介紹嘅商場影片㗎。夜晚喺露台望返去商場嘅夜景真係好靚啊！第二間出場嘅係時光盒子主題民宿，網上評分有成9.4分㗎。佢就喺羅湖區國貿站嘅附近，由國貿站嘅 B 出口行過去係大約6分鐘左右啦。翻新之後呢，喺2024年重新開業㗎。今次我哋嘅房型就係專櫃複式3居2衛套房，270度落地窗。呢一個複式單位面積有108平方米，當日係平日入住價係867蚊，提供俾6位成人入住㗎。呢一間民宿係冇前台㗎，係需要自助辦理入住嘅。喺入住嘅前幾日，民宿嘅職員會 email 一個入住嘅指引俾我哋㗎。不過要留意返啊，呢一間民宿係要收人民幣300蚊做按金㗎，因為入口係冇大廈名。雖然預先俾咗個入住指引俾我哋，大座大廈嘅位置真係比較難揾啊。呢一個就係大廈嘅入口啦，認住呢一間木大叔之料理就得㗎啦。我哋上樓係需要保安幫手拍卡㗎。今次我哋就住喺19樓，我哋一齊入去睇下。呢一個單位係複式2層嘅，我哋好快咁樣睇一次，之後再詳細介紹啊。呢一度就係客飯廳嘅位置，有2張大梳化同埋1張1座位嘅梳化㗎。呢一邊就有一部大嘅電視機，旁邊就會有一條樓梯上邊嗰層㗎。呢一邊就有一張大嘅圓台，之後就係廚房嘅位置。呢一度就係頭先大門嘅入口啦。呢一度就係第1間房，旁邊會有一個廁所位。呢一度就係梳洗嘅位置啦。大門嘅旁邊會有一個鞋櫃，第1層大約就係咁啦。我哋行上去睇下第2層先。呢一度就係第2間房，再行前啲就係第3間嘅米奇房。個廁所就喺隔籬啦。呢一度就係梳洗嘅位置。因為呢間房呢係米奇做主題㗎，所以周圍都有好多米奇同埋米妮嘅出現㗎。
第二層大約就係咁啦。客廳個樓底真係好高啊，四周圍都係落地嘅大玻璃，光線同埋空間感都十足啊。個景真係好開揚啊，望返去羅湖口岸嗰邊㗎。我哋睇下個廚房，有水煲啦、電飯煲、煮食爐之類嘅，仲有一部洗衣機同埋洗衣液。呢一邊有啲即棄嘅拖鞋。哇！第一間房嘅光線好充足啊，房裏面就冇衣櫃嘅，只有呢一個衣架。張雙人床有1.8米闊㗎。呢一間房呢個景觀真係冇得頂啊！咁我哋之後睇下隔離個廁所。個廁所係乾濕分離嘅，有洗頭水啦、護髮素同埋沐浴露。呢一邊仲有啲一次性嘅毛巾同埋浴巾。呢一度嘅水力係足夠㗎，不過地下就有少少滲水嘅情況啦。我哋而家睇下梳洗嘅位置，有風筒啦。有個米奇嘅水龍頭，同埋一啲膠拖鞋，仲有啲即棄嘅牙膏牙刷。呢一度係冇浴帽同埋剃鬚刀供應㗎。哈哈，大家係咪好想知道雪櫃嘅位置呢？其實就喺呢度啊！裏面嘅飲品同埋嘢食都係自己㗎。下面就係冷藏嘅位置啦。我哋而家行上去第二間房度睇下。哇，個樓梯邊好多塵同埋頭髮啊！呢一間房係全屋最大嘅一間房，張雙人床有1.8米闊㗎，仲有一個衣櫃添。之後就去我哋最期待嘅米奇主題房啦。呢一間房四周圍都有米奇做佈置嘅，而張雙人床就比較細啲啦，只有1.5米闊。間房嘅光線又係好充足㗎。旁邊仲有一個米奇嘅床頭櫃。三間房嘅景觀都係一樣咁靚㗎。隔離嗰個就係米奇主題嘅廁所啦。都係乾濕分離㗎，同下邊嗰層嗰個廁所係一模一樣㗎，就係多咗幾張米奇嘅貼紙啫。隔離嗰個梳洗位置都係一樣㗎，只係個水龍頭變咗做米妮啫。咁電視方面呢，都有好多電影選擇㗎，全屋有好多電掣同埋 USB 嘅插頭㗎，同埋留意到呢，呢一度嘅電器都係用一啲大牌子㗎。而 WiFi 方面呢，全屋接收都 OK 㗎。民宿嘅樓下非常之多食店㗎，我哋沿住呢個天橋行過去就可以去到東門町㗎。而附近都有好多人氣嘅餐廳同埋 KTV， 又或者可以去金江華廣場嗰邊嘆住冷氣 shopping 又得，真係超多選擇啦，唔怕冇節目啊！今次我就同家人去咗金江華食魚啦。如果唔想出街都唔緊要㗎，外賣係可以送到門口㗎。我哋兩間都介紹得差唔多啦，就嚟一個總結啦。首先講下個方便程度，金多多喺江夏站嘅 B 出口方向，沿住連城新天地一路咁樣直行。喺8號嘅出口搭電梯上去就係㗎啦，都係3至4分鐘嘅路程咋。而時光盒子喺國貿站嘅 B 出口上路面之後呢，大約行6分鐘。呢6分鐘嘅路程呢，會經過一啲停車場同埋比較多電單車經過㗎。如果扶老攜幼嘅話呢，就比較唔係咁方便啦，同埋個位置呢，比較難揾啦。
所以金多多嘅交通咧係比較優勝㗎。咁我哋講下辦理入住方面啦。金多多係有前台嘅，所以去到前台辦理入住好快就搞掂啦。微信管家服務嘅效率仲係好快添㗎。至於按金方面呢，辦理入住嗰陣時，金多多係會收人民幣50蚊做按金㗎。退房之後就會立即發還返50蚊俾我哋㗎啦。時光盒子係冇前台㗎。入住嘅前幾日，民宿嘅職員會 email 俾我哋入住嘅指引㗎，同時會叫我哋加入微信聯絡㗎，教我哋點樣自助辦理入住嘅。但係唔知對方係咪好忙呢？到我哋出發前嘅一晚9點幾都仲未收到佢哋個封 email， 所以我就揾咗訂房嘅平台介入幫手啦，先至可以加到對方嘅微信咋。至於時光盒子方面呢，佢哋係會收人民幣300蚊做按金㗎。退房之後唔係即刻發還㗎，係要等到清潔姐姐清潔完之後冇問題先至會發還返俾我哋㗎。我哋當日係12點退房，大約下晝3點半左右啦，佢就俾返按金我哋啦。而微信嘅管家服務回覆都好快㗎。我覺得服務嘅程度呢，金多多係比較優勝㗎。環境舒適方面呢，我先講下金多多。金多多全屋嘅冷氣係足夠嘅，3房類型嘅單位呢，只係得一個㗎咋，所以呢一個單位呢，經常爆滿㗎。遇上假期，房價仲會好浮動添㗎。部投影電視呢都好清晰，唔錯㗎。全屋嘅電掣同埋 USB 插頭唔多，WiFi 嘅信號呢就唔係咁穩定啦。當日我呢就瞓喺套房嘅，感覺個床褥好硬啊，我自己就瞓得唔係咁舒服啦。個廁所雖然係乾濕分離，但係都有啲漏水嘅情況出現啊。花灑嘅水力只係一般咋。廁所門後邊留低咗一條唔知第幾手嘅即棄毛巾，其中一間房嘅床頭櫃呢，仲有一大笪污漬啊。個洗衣機門非常之污糟。收房嗰陣時，廁所嘅地下仲有幾灘水添啊！至於時光盒子方面呢，全屋好多電掣同埋 USB 插頭㗎，WiFi 嘅信號幾穩定，唔錯㗎。冷氣方面呢係夠凍㗎，花灑嘅水力非常之好。當日我係瞓喺下層嘅睡房嘅，枕頭同埋床褥方面呢都好舒服，軟硬度適中。呢度係用一次性嘅毛巾浴巾，感覺比較衛生啲。因為呢一度全屋都係落地嘅大玻璃，所以個空間感呢好大㗎。窗外嘅景觀亦都好開揚，咁加上米奇做主題，有好多打卡位㗎。不過條樓梯邊呢有好多塵同埋頭髮啊，餐台嗰張凳呢亦都有啲污漬。個廁所係乾濕分離，但係都有漏水嘅情況啊。隔音方面就比較差啲啦。咁個環境舒適程度呢，我就覺得時光盒子係比較優勝㗎。至於周邊嘅娛樂方面呢，金多多嘅對面就係大型嘅商場卓越中心，樓下又有連城新天地喎。再行遠少少嘅，可以去埋皇庭廣場同埋領展中心城，附近嘅地鋪都有好多食店選擇㗎。咁時光盒子方面呢，對面就係東門町啦。附近仲有金光華廣場，樓下嘅幾條街啊，有超多人氣嘅餐廳啊，仲係開到好夜㗎。仲有一間好大間嘅 KTV， 所以周邊娛樂方面呢，2間都好優勝㗎。經過4個回合嘅比拼，最後勝出嘅就係金多多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一類型嘅影片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等喺大海中嘅冬瓜豬都會有一點曙光啊！今次嘅大比拼就嚟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一條影片嘅，就記得撳個鐘仔訂閱我嘅頻道，下次有新片出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。同埋記得讚好、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仔。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嘅自費酒店開箱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